伫咱日常生活，不管时拢爱用到电。伫咱仪器生活里面的后壁，有一阵无名英雄替咱守护山顶的电缆。两个拢坐你的，是你坐一台，坐过来就为着确保电力供应无问题，这阵输电线路装修员，逐工拢有无共的工课项目甲目标。今日咱这要做迄个超高压嘛吼，前面动线线吼，这号是20号，吼咱今日主要的工课啦吼，是要来做这个铁塔的点检啦吼，加迄个接地电阻的量测啦吼，今日咱工课是安尼吼，大家来画一下吼，抄好者，好无？来，大家平安好，大家平安好。输电线路装修员爱10几公斤的器材。但重要使命，就是伫山顶爬起哩足悬的高压电塔检查甲维修。即马要做太阳能板的确认，看功能正常无？基本上螺丝无啥物凉掉吼，咱太阳能板嘛无啥物破损咱家了试干净会接收能力较好。咱铁塔的组成都是小螺丝小螺丝真重要。螺丝的影响，中度的有安无安的影响咱的铁塔的安全。所以我有当时买铁塔的螺丝，咱爱顺。去山顶就是2个人，做啥自护跟护护，保护家己，保护阮同事，人有问题的时阵会当互相支援。你先 copy， 你也 copy， 所有 copy。好啦，好，谢谢。伫山区做工课，会面临的状况百款。去山顶巡视，我爱拄到山猪、山羊、山腔山顶的台湾土狗、猴啦，这拢树上的，芳嘛有，芳嘛叫加过，瞬间敢若战斗机共款，瞬间伊就来，就甲你击落呀。阮伫条顶工课就有就拄到雷公啦，死啦，这就真恐怖，就是冒着性命的危险嘛。嘛是赶快要紧的工作结束，紧落塔。爸母啦、某囝会烦恼，这正常的。但是咱就是爱自护保护咱家己，这是上基本的。出门做工课就是安尼。因为高山电塔常常互雷公讲到，测接地电阻嘛是平常时爱做的工课之一。电雷的时阵，真容易咱雷公喊着，喊着伊就会产生咱的迄个异常的电流。异常的电流，咱就爱紧，咱的铁塔经过接地线，甲引咧咱的大地，安尼才袂造成咱铁塔顶头设备的破坏。所以阮拢有固定时间，上少3年，拢爱来测一遍接地电阻。为着测电阻，不管是铁甲青铜线、接量测器，所有的工课点数拢袂当凊彩。咱第一个就是测量咱的迄个马底力有够啊无够。我们的电池现在是足够的，那我们电池好了以后，我们就转到我们的欧姆档。我们先把它调整归0，那这样的是5.2欧姆，符合我们台湾电力公司超高压10欧姆以下的规定。伫高风险的工课环境。又阁是安怎一路坚持16天的咧？你逐工是重复的工作，但是你就逐工爱爬山，为什么你爱爬山？第一个可能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某囝；第二就是为着你的往好的想，就是为咱的身体健康。你就是不断的去充实，因为台电很多技能，因为我有足侪证照，有电的，有电缆的，有架空的，1级的、丙级的，拢有空拍机，专业证照，这我嘛有。我感觉像台电的制服嘛是足公平的，讲实在，因为伊代表啥技术嘛，所以是有一份荣誉感啦。看顾所有安全，互咱台湾用电稳定，是阮的责任。